台南警方追查毒品案，锁伫一个警察的徛家厝，抄到安非他命的毒品。虽然这个警察讲是因为破病才会食毒止痛，不过台南市警察局认为这个警察已经破坏警察的名声，决定甲记2期代告，免读一步。派出所内底员警拢正常上班，对当时违法的代志拢无要回应。不过涉嫌吸毒的警察原本的名牌已经互人摕掉，台南市警局也随家记2大个免职。经检察官无保撤回，无缘影响警域情节严重，本分局立即召开考纪会，予以一次记2大过免职。台南市6分局最近侦办毒品案，发现3分局姓吴的警察有嫌疑。经过检方指挥侦办，前3日姓吴警察的徛家查到0.62公克的毒品甲食毒药品。不过伊被讲是自律神经失调才会食毒止痛。3分局表示，这个警察已经做28年，过去捌做刑事小队长。年初时开始常常讲破病要请假，平常时佫表现不好，早就入3分局教育辅导甲态度对象。平日工作表现不佳，112年遭记过2次旷职2日，并早已列为本分局教育辅导以及汰除的对象。台南市警局追究相关人员监督责任，3分局长嘛自请处分。若警务相关人员平常时敢有在留检，警方认为无法律的依据，所以无这个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